这起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针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向信众开示；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夏桑格祝贺2020年印度莲花勋章得主；藏人行政中央庆祝第71个印度共和日。外交部新闻秘书长质疑中国代表团所谓西藏的自由与进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月29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官邸，就以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议题，对上百位来自泰国及越南信徒们给予了开示。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当然这个是按照讲那南洋去力度啊，其实个当然是对没讲那产生了陆剧团呢南北龙不是吧？呢，这个样子对啊，到这下个区军怎么样呢？把这个区军怎么样？我说你们都了解，真正印度，我说什么了？土木团呢？呢，按照南洋的把人被把新出来去，这个是上面土木团呢慢慢讲呢。尊者进一步在视频中表示，现在这个南区的台湾沿岸，呢，这个松花长在这里啊，这个空气有的不是这了，你专门松花长过来是下体有的，这个那是马样在这了，但在开发要的，其实呢，这里在其他人哪里啊，像这个松花长呀，在头上有呢，我们大家都是说好下个专门松花的成个人呢。评级，现在的这里讲说我说对民用学校的啊，看到设定地讲了，是按照南洋的当时俺们这亲爱的蒙古去读啊，其实因什么道理啊？俺们那么几个月，按照香港台湾那些个这个松花在这里啊，通常有为呢，专门松花长了也会用过的。达赖喇嘛尊者的中文脸书也于1月27号在发布贴文时指出，中国大陆信众透过网络询问达赖喇嘛尊者，现今从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至汉地各大城乡乃至世界各地之灾情一事，祈请尊者开示平息办法。1月27号，达赖喇嘛尊者给予如下的开示：汉地的庙宇及信众因持诵度母心咒，将对疫情有所注意。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伽玛格列于1月26号在印度共和日纪念活动上接受媒体的采访时，除了向因感染病毒而离世的逝者表达哀悼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尽快解除这一病毒危机。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全力控制疫情，对病毒爆发中心城市武汉实施往返旅行限制，而这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持续蔓延。根据中共官方媒体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1月29号18点30分发布的数据统计，全球确诊病例为6127例，密切接触为66061例，疑似病例为9557例，死亡为132例，治愈出院的为112例。根据中国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于1月29号公布的数据，西藏自治区也新增1例疑似病例。据悉，由于疫情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大，目前西藏拉萨的各街道及公共场所无人行走，宛如空城。另据报道，被中共当局划分为四川、云南、甘肃以及青海等4个藏人居住点的省份内，目前已确诊188例冠状病毒。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于1月28号晚间在美国国会众院全院审议表决，最终以392票赞成、22票反对而获得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加强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并要求美国当局对那些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程序的中国官员实施经济与牵制制裁。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于1月2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美国的支持表达了感谢。这项法案于去年12月18号在众院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并于1月28号由众院全院审议表决，最终以392票支持、22票反对而获得通过。接下来，该法案的参院版本将在参院外围委员会进行表决，再由全院审议表决，最后递交给白宫，由特朗普总统签署后正式成为美国法律。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是建立在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的基础之上，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于2019年9月13号在美国众议院提出。同年9月24号，由该委员会联合主席马克·卢比奥和本卡丹参议院在参议院提出。该法案共有35名两党议员共同提案。法案内容旨在加强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尤其针对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表达官方立场，并强调达赖喇嘛或其他藏传佛教领袖的转世及训任问题完全是由宗教事务，只有藏传佛教徒群体才有权表敌。任何试图干预达赖喇嘛及其藏传佛教其他领袖程序的中国官员，都将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新法案的关键之一在于提出了具体制裁方法。任何被认定为参与了干涉达赖喇嘛转世程序的中国官员所面临的制裁，包括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在众议院介绍了这项法案时表示，藏人行政中央是反映西藏人民愿景的合法代表。美国更多议员支持积极和富有成效的美中关系时，也要敦促中国政府必须尊重所有中国人民的权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在致辞时强调支持这项法案，并表示，正如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所说，西藏文化和身份认同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任何地方为人权发声的所有道德权威。议长佩洛西女士还指出，我们支持西藏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和其真正的自治权利，并正式制定了一项美国支持西藏政策，即藏传佛教界和西藏人民有权选择其宗教领袖，包括未来的15世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在法案通过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于1月2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感谢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支持及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在新闻发布会上，司政洛萨桑格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全体西藏人民对美国政府持续支持西藏问题，并在众议院以392票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司政还强调，我们希望该法案在今年6月前签署成为法律。在向媒体发言时，司政洛萨桑格表示，我要感谢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这项法案的通过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即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与2002年首个西藏政策法通过时一样的强烈。司政还进一步表示，我还要感谢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为首的领导，以及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克里斯·史密斯共同向国会提出该法案。同样，包括共和党国会议员泰德·约霍在内的其他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强烈支持这项法案，同时也承认国际社会为西藏自由事业所做的努力。最后，司政洛萨桑格还宣布，他将于今年2月份再度访问华盛顿，并将在参议院与长期以来的支持西藏的参议员讨论该法案和加强游说，争取法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此外，在印度共和日71周年前夕，印度总统拉姆纳特·克温德阁下批准授予包括国际知名的印藏佛教学者罗伯特·瑟麦教授和已故印度前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在内的118位各界人士荣获2020年莲花宣誓的勋章。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随即致函表达祝贺。司政罗萨桑格在写给已故前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家属的信函中表示，乔治·费尔南德斯先生荣获莲花次勋章，再次证明他对印度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费尔南德斯先生一生无畏地致力于加强印度的政治实力和民主结构，同时维护人民的真正愿望。司政进一步写道，对于藏人来说，乔治·费尔南德斯先生将永被西藏人民铭记为支持对西藏自由事业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另外，司政罗萨桑格也致函祝贺国际著名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印藏佛教研究教授罗伯特·瑟麦先生荣获这一印度公民最高荣誉之莲花式勋章。司政罗萨桑格在贺函中写道，鉴于您在印度西藏佛教研究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印度政府向您授予了声望最高的奖项。这一奖章证明您把藏传佛教文学融入英语世界的卓越成就，以及您的翻译和阐释给读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请继续来看今天的新闻节目。1月26号是纪念现行印度宪法于1950年1月26号取代1935年印度政法日正式生效的日子，也是印度共和日。因此，藏人行政中央于当天在嘎夏办公楼前举行升印度国旗仪式，庆祝了印度第71个共和日。代理司政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于托伽玛格列主持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等参加仪式。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于托伽玛格列在升旗仪式后向媒体表示，在印度各地庆祝第71个共和日的光荣时刻，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世界各地的藏人，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达衷心的祝贺。在过去的71年里，印度在各个领域取得蓬勃的发展，特别是在民主和多样性的发展中，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与此同时，达兰萨拉地方政府也在当地举办共和日庆祝活动，并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出席庆典。司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致以问候的同时，强调印度是多元化民主制度的典范，呼吁流亡藏人学习印度的民主理念。司政罗萨桑格在活动开始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是第71届印度共和日，我代表第15届嘎夏和所有藏人，向印度政府及民众表达最诚挚的祝贺。司政进一步表示，对于我们藏人来说，我们的民主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赐予的礼物，所以我们要珍惜和重视这一民主的力量，来团结并要维护我们所拥有的民主。司政罗萨桑格最后还表示，我再次向印度人民和政府多年来的慷慨援助和支持表达衷心的感谢。同样，我也祈祷印度将在各个领域继续蓬勃发展和繁荣。请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于近日撰文谴责中国长期派遣所谓的西藏代表团到世界各国，宣传所谓的西藏进步与自由，以及禁止国际社会对其在西藏境内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次旺加布阿日亚表示，中国一直在派代表团到国外，宣传所谓的西藏进步与自由，他们是在民主国家出售所谓中国在西藏的伪纪。秘书长进一步谴责中国官方媒体于上周发表的报道，该报道称，西藏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介绍所谓中国西藏自治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西藏的人权、宗教自由和藏传佛教转世制度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秘书长次旺加布阿日亚强调，实际上在中共的压制政策下，西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仍然处于严峻时期。秘书长次旺加布阿日亚指出，西藏没有基本的人权与自由。自2009年以来，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局势，迫使154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治藏政策。
秘书长最后强调，如果中共真的对他们在西藏取得的进步和幸福主张充满信心，就应该允许各国外交官、联合国报告员和记者访问西藏，实地了解这些主张。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